哦，來看這個畫面，真儕糞掃，這是金門地區啦。金門地區無法度燒糞掃，無這個設備啊，所以這攏愛送轉來台灣本島來處理。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陳玉珍哦，伊就認為講啊，這麼儕糞掃其實有袂少是中國海上轉播過來，所以建議啊，歸去啦，用兩岸關係哦，將這個糞掃送去中國處理。但是這款的提議咧。環境部長伊講伊無法度接受，民進黨的立委嘛講，啊無你受甲習近平講好啊喲。你看我們的垃圾都全部都要自己處理啊，那我跟你說，不然的話我們把它運到中國大陸去啊。國民黨立委陳玉珍這段質詢，和對面的環境部長彭啟明面的表情出現變化，嘛關鍵帶出聯合國制定的巴塞爾公約，非締約國袂當甲締約國進行廢棄物跨境運送和回收，愛陳玉珍取消這個想法。這一國不能遇到另外一國嘛，在中華民國憲法就不是這樣子嘛，是不是？你就運用這個模糊這個空間，中國大陸也不會這樣認為是國與國關係，我們就把它送到大陸去，他也願意收。金門四面環海，海邊仔三不五時會當看到糞掃會中國福建流過來。一年150噸，不過除了海面上的糞掃，還有在地生活糞掃。專管特工糞掃產量差不多67噸，想要在地處理金門煞無大型的焚化爐，可能運送到其他縣市代替燒。不過送到台灣的成本真濟，加上環境部局取消補貼，立委糞掃反對陳玉珍上真濟步數，想要把糞掃送轉去到中國，那立委意見是無共款。如果呢，大家有誠意來做解決，能夠解決金門縣的垃圾問題，我希望中央政府也應該給予支持。反送到中國，第一個，他跟習近平說好了嗎？中國的朋友們接受嗎？那請陳玉珍委員回答這個問題。金門糞掃未來要安怎處理，也無人知。不過陳玉珍的建議，顛倒先予金門的糞掃受到真濟關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